国际上要紧来看，美国政府宣布8月29开始，价值800块美金以下的包裹爱扣关税。这个消息一出来了后，法国甲德国伫咧日宣公告，包裹寄去美国的服务自这起会冻点。德国邮政的母公司 DHL 表示，自23开始，将会暂停因寄去美国标准类别的包裹寄送服务。这种计销速度慢，是真侪中小企业甲电商介意的方式。不过计销较悬，而且速度紧，像 DHL Express、FedEx、UPS 这寡较贵的快递服务，意外会当使用。DHL 声明指出，会实施这种可能是暂时性的限制，是为了要应付美国新的邮件递送的停止。伊也补充讲，有真侪重要的问题也未解决，包括关税接人付要安怎付。法国邮政自25日开始，将会暂停寄包裹去美国的服务，但是个人寄的计销无到100欧元的小礼物是无包括在内。法国邮政讲，新规定8月15日才公布，和欧洲的邮政机构准备调整相关作业的时间有限，而且这款文件包裹的分类也该进一步研究。法国平均每年寄160万件的包裹去美国，其中80%是企业寄来，20%是个人寄来。DHL 讲，重量上最70公斤的这种较贵的快递服务，以外会当使用；个人的客户以外会当寄上最100美金的礼品。但是 DHL 警告，为了要避免个人寄来这项服务，互人摕来做商业的用途，所以私人的包裹可能会另外检查。川普政府是伫7月30宣布，自8月29开始，将寄来美国的小件包裹免关税优惠措施取消，计销无到800美金的包裹也会扣15%的关税，甲其他欧盟进口商品同款。这项一般关税税率是顶个月底布鲁塞尔甲华府谈算了的结果。川普伫咧伊第一任期时阵就对国际小件的包裹免扣税制度真不满。伊当阵批评中国的电商，亲像阿里巴巴，利用美国的这项通路，大量寄小业的商品来美国，国免扣税，损害美国的零售业一个制造业。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。